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9月份要对约翰福音开始连续有大概有8讲毋是用圣经节，总是用主题，要伫即个中间第一讲要用铺调做开始，然后后礼拜因为厝内底有大合，所以本来有排定原来的讲道篇但是后礼拜要请 Dr. K 来讲道。伫即个中间也向大家会实咧伫真无想到的情形拄好志娟的爸爸伫29号过身伊是早起来伫病床顶感觉讲无啥爽快，所以妈妈想讲要去来买药出去入来，人就过身所以伫迄个中间无拍算会伫遮尔突然的中间爸爸来过身我想真侪时人的困苦、人的时间，人袂拍算清，但是上帝安怎看咱，拄好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节共款。伫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内底，有几个角色请问这是对？人问毋是，无介清楚啦这是咱中间有2个人带我去看，然后翕的。恁定散步牵手啉咖啡的所在。看到即个景有感觉水无？我想即个景真水，有山。有都市，有海，有桥。我想迄个桥伫迄个中间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有时桥是人对即边要去到迄边，对即边要上船，对即边要跨过迄个水面到另外一个所在。但是真侪时，咱想要跨过迄个桥，咱会找无桥，咱找袂到方法，找袂到所在，找袂到一个适当的办法。当过去到伊迄个所在。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内底，其实对惊死的约翰开始。伫惊死的约翰真趣味，伫35节伊讲，约翰甲伊2个学生在徛。约翰惊死的约翰甲伊2个学生在徛。即个是惊死的约翰。即个是迄个画家所画的图伊伫即个中间所画讲。伊伫迄个旷野，伫遐传福音，伫遐咧有味主的道。但是当伊伫遐传福音的时，有人伫迄个所在领受着伊的洗礼。但是趣味的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节35节，伊讲约翰甲伊2个学生在徛，看见耶稣在行。耶稣对约翰甲约翰的学生头前转行过，然后就讲：你看，上帝恩膏。约翰讲什么人是上帝恩膏？讲耶稣，讲耶稣是上帝恩膏。结果，伊2个学生听见约翰讲，迄个是上帝恩膏，伊2个学生全安怎？全走去，全对啥物人行？对耶稣。即2个人是啥物人？约翰福音一个足重要的度假很重要的作者是约翰写的，但是约翰福音内底伊拢袂写家己的名，伊拢袂写家己的名，所以伊写着另外一个人是啥物人？伊写着另外一个人是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去找啥物人？找西门彼得，佫一个是啥物人？就是伊家己是约翰，所以遮出现几个人？3个。有2个学生转伫迄个中间，转去对耶稣。其中佫有一个人，就是安德烈，佫去找伊的兄弟，就是去找西门彼得来。我想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画面。马太福音内底伊无写甲遮清楚，伊敢若写讲耶稣去呼召4个门徒，
甲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有真济无共款的，因为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拢总出现5个人，咱已经看到3个。第一个是安德烈，然后第二个是杜假约翰，第三个是安德烈去找伊的兄弟来，啥物人？西门彼得。然后西门彼得找伊来时，耶稣看到伊，转来讲：你要叫啥物货？你的名要叫做啥物货？石盘。你的名要叫做石盘。哇，靠！即落代志，咱会当想象，即个安德烈甲即个约翰，本来是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因为约翰伫遐讲，迄个是上帝的羊羔。结果即两个人全安怎？全走去对耶稣。伫遮要问咱大家，亲爱的兄弟姊妹，若人会甲你报讲哦，迄个物件袂歹，你敢会拢总无通听，全随全走去？我想咱会去考虑哦，迄物件到底是真诶啊假啊？迄个物件到底是好啊歹？先探听者。但是今仔日伫咱所读的经节内底，咱所看到的就是，即个约翰伊讲到耶稣，伊是上帝的羊羔，结果伊的学生全念伊走去对即个上帝。即张相片啊，这毋是相片，这是一张明信片，哦，这是迄个上英者去去以色列啊，然后摕转来啊，敢会看会出即阵人咧创啥？嘿，伫约旦河旁受洗。啊，其实真趣味，圣经内底常常写着约旦河，包括伫旧约，伫摩西的时代了后，迄个约书亚带迄个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入迦南地。即个约旦河讲起来、听起来，亲像是一个足伟大的河，但是其实约旦河足细条。约旦河可能含一条大条水沟拢无够。所以约旦河会当洗礼的所在，毋是真济啦。会当洗礼的所在，毋是真济。即个所在，大概就是较特别，伊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洗礼。伫咱圣经内底，甲咱讲，行洗礼约翰，伊伫旷野甲人行洗礼，然后有真济人去对伊行洗礼。但是真正对约翰的学生真有限，洗礼的人济，对约翰的学生无真济，但是是安怎？即两个学生听到约翰伫遐咧讲上帝的羊羔，然后伊就走去。我一直将重点看即个所在。咱来看伊安怎讲，敢看会到？安德烈对西门讲：阮已经拄着比赛啊！即个安德烈因为伊的老师行洗礼约翰甲伊讲，迄个是上帝的羊羔。所以安德烈伫遐全去甲伊的兄弟西门讲，阮已经拄着比赛啊。然后耶稣全对西门讲啥物？你要叫做基法，意思是啥物？石盘。毋知影咱敢会记住？名敢会当凊彩改？咱通常号名的拢是啥物人？咱若是 baby， 囡仔咧号名的时，拢是啥物人？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拢是迄个长辈在号名。号名的意思是啥物？号名的意思就是，我即个长辈，我互你一个名，即个名互你行一世人。所以名通常无凊彩改，包括有个人，咱对台湾来到伫加拿大，你的名不管你是要用英语的，还是你要另外号一个英文名。伫迄个中间，假使你若要改名，爱付出真大的代价，足侪文件爱改，足侪关系爱改，足侪的证明爱改，然后你着爱证明你是即个，你嘛是迄个。伫台湾有一种的民间常常会做的，就是当人若要号名的时，伊会去找啥物人？算命的，要算啥？算命要算啥？要算笔画吼，要算字画，为着要啥物？为着要互即个人、即个囡仔，伫伊未来所行的路会当看是大富，
大贵，也是看会当顺遂，也是看伊的命盘本来是啥物货，啊，然后号一个名规划，会当来克伊无好的物件。我想真侪人伫号名的时会去找算命的，然后去号迄个适合伊人生的名。但是耶稣伫即个中间，甲彼得讲啥？伊甲伊讲，你要叫做奇法，意思是招大。是安那耶稣无真熟悉即个人，然后就伫迄个中间甲伊讲，你要叫做招大。即张相片共款是淑玲姐翕的吼，啊伊的妹妹进嘉玲姐进出发人啊，出发人吼嘛去迄个以色列，吼我毋知影伊敢有去共款的所在。即个人，即个像是伫迄个以色列，这是彼得的厝，彼得的厝，吼啊，所以其实彼得啊，因的家族伫当初时是算是一个真请赢的家族，吼，因有虚存，然后因有财产，所以对着即个彼得，对着即个安德烈来讲，要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毋是亲像咱想的遮尔简单。咱所想的是，假使我逐项拢无，我无厝、无某、无财产，叫我要去跟对一个人来做啥物货，可能较简单。但是对着彼得、安德烈来讲，毋是遮尔的简单，因为因有家产，因为因有虚存，因为因有因家族内底的需要。但是当耶稣甲西门讲，你要叫做奇法，意思就是招盘的时，我想即句话对着彼得来讲有一个真特别，伫伊生命中间一个真大的改变。对即时开始，彼得无搁再是一个掠鱼的人，有时咱会讲得人如得鱼，就是对即个所在。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遮的学生讲，恁所做的，来放下一切来跟对我。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出现的人叫做腓力。即个腓力，伊是耶稣伫行路第二天的时遇到即个腓力。然后腓力搁去找拿但业，即个拿但业嘛真趣味。有人讲，即个拿但业有可能是马太福音内底所讲的迄个巴德罗曼，啊是安那用无共款的名？即个拿但业，即个名圣经内底拄好敢若伫约翰福音第1章伫即个所在有出现。过即个名差不多拢无伫新约四福音内底出现，有可能是共一个人无共名，有人咧约伊可能就是圣经中所写的巴德罗曼。但是嘛有可能约讲，伊是12使徒以外的另外一个人。啊，即个拿但业，伊住伫迦纳。耶稣行新约，第一摆行新约是对一个新约，什么款的新约？甲水变做酒吼，这听着逐个拢醒啊吼。但会当有即个能力偌好吼，水会当变做酒吼，这偌好。有人咧摇，有人咧讲。在研究，即个拿但业，伊嘛是迦纳的人。耶稣伫迦纳将水变做酒，是毋是就是去赴伊的宴席？意思就是伊是当初时的新郎。我毋知影，但是即个人真特别，因为当腓力去甲拿但业讲，伊讲的是摩西伫律法册顶悬所写的，先知所记载的迄个，阮已经拄着啊。迄个人是啥物人？以赛亚，然后迄个人就是因伫遐所拄着的耶稣。即个拿但业甲伊应啥？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会出啥物好的嘛？即个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会当出啥物好的嘛？即句话真有意思，伊亲像用一个真轻视的态度来看待。腓力对伊讲的即个消息，伊亲像伫迄个中间真看袂起因甲伊介绍的迄个耶稣，
但是事实上，拿但业伊家己本身就是加利利迦纳的人，其实伊就是拿撒勒人。伊是共伫即个所在的，伫迄个中间，当伊伫迄个中间听着讲，我的故乡出着一个弥赛亚，我的故乡出着一个高人的时，其实第一个无啥相信，第一个心内怀疑的，依然是即个拿但业。伊毋是毋相信，伊毋是毋知影圣经安怎记载，伊只是真怀疑。咱敢会记真？伫咱查经的时，捌讲到加利利，咱讲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就是伫加利利。加利利是啥物款的所在？加利利是过去以色列的北边，其实伫撒玛利亚无概念，所以即个加利利内底有真济无共血统的犹太人。敢听有即句话？无共血统的犹太人。要做犹太人，要安怎会当做犹太人？若是伫古早所有的做犹太人，就是你是对大笔的子孙落来。但是伫以色列因分裂了后，北边的以色列后来去互亚述灭亡，所以亚述伊用外族来伫迄个中间通婚，所以北边的以色列有真济因的血统毋是纯的犹太人，因是甲异族通婚的。所以伫南边血统纯的犹太人，因就无要甲北边的血统无纯的犹太人伫遐做伙。北边的人叫做啥物人？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意思就是安尼，因的血统无纯。所以伫即个中间，加利利拄啊好是伫一个真混乱的所在，伊有真济撒玛利亚人。伊嘛有一寡犹太人，伊嘛有阁有一寡无共族的敬拜共一个上帝的犹太人，总是伊嘛有敬拜异族上帝的无顺的犹太人内底，有真济无共款的种族，伫即个所在非常混乱。所以即个拿但业第一个想着讲，若是弥赛亚要出来，伊应该爱对犹大族。伊应该爱对便雅悯族，伊应该爱对迄个真好真请领是上好的种族内底出来。但是谁啊伫即个中间，既然迄个弥赛亚是一个互人看袂起的种族内底来产生，结果耶稣安怎甲即个？耶稣安怎甲即个拿但业讲？当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伊甲伊讲，伊毋是伊掠应讲，迄个拿但业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无诡诈的。结果即个拿但业听到耶稣安尼讲，伊问讲：你太会知影，我是一个无诡诈的人？耶稣安怎甲伊？耶稣甲伊应讲：当你伫无花果树规日还袂甲你招好的时，我已经看见你，所以拿但业转甲伊讲，拿但业转甲伊讲你是真正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人。我想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趣味的，是安怎拿但业要离无花果树，原来迄当时犹太人的厝的边仔会种真济无花果树，然后耶稣骂遐个法利赛人，因祈祷拢伫地祈祷。耶稣骂法利赛人讲：恁祈祷拢伫地祈祷，拢伫十字路口底祈祷，恁拢祈祷伫互看。但是真正犹太人，当伊若要祈祷的时，伊是伫无花果树内底祈祷。所以即句话伫遮拿但业，其实耶稣看到拿但业的时，有可能拿但业拄好伫无花果树下底咧创啥？在祈祷。当耶稣甲伊讲，即个以色列人是真正无诡诈的。拿但业转伫迄个中间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若捌去过阮兜的，我毋知影恁敢有印象，阮兜进前有2丛真大丛的树仔。
啊，迄2丛树仔伫今年去互厝头家撤掉，啊，好佳哉嘛撤掉啦，啊无2丛树仔顶悬拢足侪芳，啊有芳伊安尼飞。啊，迄2丛树仔，其中有1丛拄好伫阮兜的门口，阮兜拢有咱教会主日学的小朋友去阮兜佚佗。结果有一摆佚佗的时，向看，啊奇怪，啊较大人拢伫顶悬，囡仔讲落楼骹，啊太拢无去啊，囡仔太拢无去啊，囡仔走去佗，拢总爬去树仔顶，5、6个囡仔拢总爬去树仔顶，真全惊着讲哇，较会含咧3岁、4岁拢总爬去树仔顶，赶紧落来，全叫因落来。啊，因全问一句话讲，啊人落来物件敢爱捡落来？敢听有意思？人落来物件敢爱捡落来？阮想讲啊，你是摕啥物货去？啊，恁人爬去你树仔顶悬，结果一个仔册捡落来，刀啊捡落来，地鼓捡落来，杯啊捡落来，鉛笔捡落来，哇！啊顶悬是藏偌济物件啊！那等下，伊伫无花果树下底咧祈祷。有时，咱拢咧敲找咱的无花果树，互咱有一个通美的所在，互咱有一个通安静的所在。总是当耶稣来的时，咱需要对迄个无花果树内底出来。主啊，你知我的心，你知影我期待弥赛亚已经期待足久啊。当拿但业伫无花果树下底咧祈祷的时，我毋知影伊咧祈祷啥，总是耶稣一定看到伊心内所求。即个拿但业后来有传说，讲伊去真侪所在宣教，伊将福音书翻译做无共款的语言。嘛有人讲，伊去到伫印度，所以伫印度内底，印度有一个所在是伊的墓，还佫有伊早期的福音书。有可能伫12使徒内底，即个拿但业走上走去到印度的南地，总是无论如何，咱伫遮所看的5个人，拢伫遐出现。这是耶稣第一摆呼召伊的学生来甲伊同做工。伫即个中间，咱重新来回想，安德烈甲约翰，听见行西的约翰讲，迄是上帝的囝，因2个全走去去然后第2日，耶稣拄着腓力，腓力嘛走去甲拿但业讲，来，阮已经拄着弥赛亚。遮个人伫即个中间听着讲，因伫圣经内底所听到的弥赛亚已经出现，因的反应就是念悲，赶紧跟对耶稣来行。无论接续伫3年外中间，因是安怎来对耶稣？有可能因伫生活顶悬，因的信仰是互耶稣拍真悬分，总是嘛有可能伫迄个分钟3钱的中间，为着要争钱大费，伫迄个所在全还价。甚至伫耶稣的学生内底，嘛有卖主的，卖30轮将耶稣卖掉的，迄个人叫做啥物名？犹大。耶稣的学生内底有真侪款，总是因拢伫耶稣的呼召因的时，因回应耶稣的呼召。你是安怎拄着耶稣的？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做礼拜，亲像真容易、真简单。亲像咱内底有真侪三听的兄弟姊妹，所以真爱迄种的气氛来到伫遮。总是伫遮要来请问大家，你是安怎拄着耶稣的？你安怎知影耶稣的名？然后当你听到耶稣的名的时，伊伫你的生命的中间扮演一个啥物款的角色？事实上，志娟的家庭一直拢毋是一个真单纯的家庭。伊的家庭是我看到伫一个家庭中间算真复杂的。伫
伫真济，伫伊的爸爸对细汉起来的过程中间，互我所听到就是我的丈人，互我所听到的就是，因爸爸是伊的阿公阿嬷所无爱的囡仔，伊的阿公阿嬷无爱甜即个囡仔，所以出世无几个月，全家吊伫迄个壁顶，互伊等死。我想因爸爸一直到真过身去啊，伊拢毋知影是安那伊的爸爸妈妈无听伊，伊一直毋知。我即个做囝婿的，常常也听阮丈人伫安尼讲，讲以前因是安那款待伊的，但是因一直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志娟的爸爸是因家庭兄弟内底3个兄弟内底，唯一一个有考到初中的，总是嘛是一个无去读初中的。伊的爸爸从真细汉就去互等伫迄个菜市啊，就叫伊去卖物件，家己去趁食。所以当我看到一开始看到即个家庭，老实讲，真毋知影要安怎。因为咱中间可能有人知影，我是先熟悉志娟，我是安那会熟悉志娟，是因为我妈妈看伊是，我妈妈先看到志娟啦，叫我去做伊啦。我就毋是迄种足乖的人，你叫我创啥就创啥，我就毋是永创兄。我嘛毋是真龙张了，你叫我创啥我就去创啥，我拢无。所以我甲阮妈妈因讲，我也捌伊啊，我是安那去做。阮妈妈就甲我讲，你着听我的，你去做。我真少听阮爸爸妈妈的话，我是真少听阮爸爸妈妈的话啊。但是伫我人生重大的决定的内底，迄摆我有听阮妈妈。但是当我发现讲伊的家庭有够复杂的时，伊的兄弟姊妹是无共老母生。我毋知影伫迄个中间到底要安怎会当一个真和睦的家。但是当我看见即个丈人，伊伫庄内有真出名的风声的时，我这边共体拢住伫永安的，我迄阵已经住伫永安，所以我甲阮这边共，我已经退伍啊，甲这边共体讲我要结婚啊。伊讲你要娶啥物人？我讲我娶永安人。啊！你要娶永安人？你要娶啥？永安我拢总熟悉。我就讲我要娶啥物人？伊转惊一跳，伊讲哈，你敢娶顾因祖囝哦？我讲是安怎？迄个足歹呢，迄个有够歹。你知影我咧讲啥物人足歹呢？所以结婚之前，也是到结婚初期的时，我嘛定定甲阮丈人冤家。含咧娶一个某，转倒轻我歹，我比伊较歹。但是最后结婚了，有时间伫遐互相斗阵的时，我才发现讲，伫伊的生命中间有真济，亲像是真重的物件。但是伊足想要去改变，其实伊足疼伊的囡仔，但是伊毋知影要安怎疼。伫到伊的家庭内底，甲囡仔的关系非常无好，一直到互我即个做囝婿有机会，伫早上9岁5岁，阮丈人爱去中间病院看病，所以伊若要去，伊无爱看病，伊要去中间的时，伊就假无伊讲，无我来诊室遐好啦，所以伊就来我遐泡病，一直泡到时间到才去病。所以后摆伊若要去病院时，伊拢共讲，伊要找因囝婿，全安尼，关系愈来愈好。伫迄个中间，我也看到我的丈人有一个真互我想象袂到的做法。后来我才知影，阮丈人以前是咧做冷冻食品的，伊有一个冷冻食品的工厂。结果有厂商欠钱无还。欠300多万无还，伊要共讨，结果讨无钱，因为对方就已经在咧倒去啊，讨无钱，
啊，讨无钱就算啦，佮甲伊讲，我有一个租囝，敢会当拜托你甲我饲？阮丈人要去讨小，讨无小，佮带一个租囡仔，一个厂商的查某囝转来，然后伫因兜住3冬外，一直到伊高中毕业结婚为止。当伊甲迄个租囡仔带转来厝里的时，迄个倒小的厂商就自杀啦。当我去问阮丈人讲，迄阵已经结婚了，我去问阮丈人讲，你较会甲恁租囝嫁互我？你知影恁租囝嫁我的时，我含头路含收入拢无，我还阁咧读神学。结果阮丈人甲我应啥？阮丈人有洗礼，我甲洗礼，但是伊从来无捌来礼拜。教会种侪物件拢是伊出钱伫遐斗用的，但是伊无来礼拜。啊，伊是我洗礼。伊全讲，我感觉牧师袂歹啊，逐工拢泡茶开讲，足好个啊。所以伫伊认知内底，牧师就是逐工泡茶开讲，所以伊要将租囝嫁我。我后来才知影，伊会将伊租囝嫁我，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伊知影我后摆要做牧师。人伫迄个中间有真侪想象袂到，然后伊拢无要入来教会，伊也无要洗礼，一直到有一日，伊无着无伫倒落去，然后看到合伊家己就感觉伊足严重，转入病院，阮去甲看，转甲伊问讲，啦，你要洗礼无？若无洗礼就叫我。伊全讲好，洗礼。迄是伫阮离开台湾来甲咱进前。有真侪时，人的人生无法度去拍散。今仔日咱所读的即几个文图，因甲耶稣之间的关系，老实讲，当因受呼召的时，嘛无介深。其中有2个，因为因原来老师甲伊讲，看上帝因果，全走去对耶稣。为了伊听到讲，即个就是摩西律法册内底所写的迄个比赛啊，所以伊全对去。拿但业因为耶稣看到伊伫无花果树下底，全相信讲你就是上帝的囝。老实讲，伫他们拄仔所看的经文内底，无一个经文内底会当互咱真正心内福气讲，这就是证据。耶稣就是比赛啊，耶稣就是世间人的拯救。这个经节拢无法度讲出耶稣到底有偌牛，伊后摆要做啥物款的代志，总是遮的人就军队。亲爱的兄弟，我嘛袂伫一个中间来请问：当你拄着耶稣，听到耶稣的名的时，你是安怎军队？有时真侪时，咱无法度伫生活内底讲。主耶稣伫我生命内底为我做啥物货，所以我相信伊，我来军队。总是当耶稣伫咱头前对咱经过的时，咱着爱把握机会讲：主啊，假使我哪会使，互我来服侍你。所以我伫即个中间的第2个问题问讲：耶稣伫你生命中间扮演一个啥物款的角色？对阮丈人来讲，伊敢若做一件代志，伊讲。我将我的查某囝嫁互牧师，然后伊斗阵行。若是对着阮以前教会牧师，无讲人拢毋知影，会友拢毋知影。伊讲，阮有教会迄个十字架，就是阮丈人伫迄个中间用的，因为迄阵为着要起迄个十字架，起到逐个冤家，要用柴的，也是要用迄个。像霓虹灯迄种，用到尾仔，最后是做白铁仔。我想有真侪物件伫咱生命中间，咱真歹去按算。咱无法度为着咱真现在坐伫你边仔的人讲，伊明仔载会安怎？总是我所知影的是，当咱教会今仔日伫即个中间，有真侪人把握机会伫圣歌队内底咧唱歌。有真侪人把握机会，
徛起来讲台来聚会。有真侪人把握机会，行起来教会，会当找到一个伊会当伫耶稣上帝国内底会当做的角色。伫咱中间有真侪人咧把握伊的机会，伊知影有对一个医生，可能咱对一个兄弟有需要，会当互伊一个帮助。伫咱中间有人伫遮咧把握机会，我知影咱教会有啥物款的活动，还是伫温哥华有啥物款的活动，咱会当来参加。咱伫即个中间把握每一个机会，用咱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来做咱会当做的代志。亲爱兄弟，第三个问题问讲耶稣捌你吗？告诉咱，若是只有来到伫上帝面前，无参与任何的服侍，咱要安怎会当甲耶稣讲？主啊，你茫将我袂记真诶。当初时，你的圣歌队伫教会内底唱歌的时，我是徛伫迄圣歌队上边仔迄个呢。你茫甲我袂记呢？主啊，你茫甲我袂记呢？当教会礼拜煞迄地点，我有准备着呢。上帝啊，你茫甲我袂记呢？当大家拢离开走了的时，涂骹是我扫的呢，门是我关的呢。主啊，我常常伫你的殿中伫服侍呢，请你毋茫袂记真呢。主啊，当我听见你的兄弟、你的百姓有软弱、有欠缺时，我有敲电话甲伊讲，主耶稣听你。主啊，你毋茫袂记呢？当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来流宝血，为着咱来死的时，主啊，我无拍算你为我所流的宝血呢。我互我的性命重新开始，我互我的性命重新找到一个会当向前的动力。我为着我的性命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我会当继续打拼。主啊，你茫将我袂记真呢？当我30岁时，你应允我的祈祷；当我40岁时，我犹原要服侍你。主啊，阮中间有人已经50岁、60岁、70岁，甚至80岁，阮还搁咧做呢。主啊，毋通将阮袂记真。主啊，毋通将阮袂记真呢。虽然我无介绍唱歌，总是我犹原徛起你台仔顶，为着你的名来带众人唱俄罗的诗歌。主啊，你茫将我袂记真呢？我为着要伫即个中间，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我放弃我真侪原来想爱讨的物件，独独要成就上帝你的听，伫众人的中间，互人看见。主啊，你茫将我袂记真，因为当你创造我、赏赐我能力，互我有济的才能，互我伫地面上通享受好的生活的时，我无将你的才能拍算，我犹原尽忠做伫众人的心上。主啊，毋通将我袂记真，因当你欠用工人的时，我伫遮，我有甲你讲，请你找起我。但是你认捌耶稣嘛？你认捌耶稣，伊不只是一个咱讨伊要互咱的耶稣。咱是毋是有认捌即个耶稣是互咱的性命重新得到价值？耶稣所找12使徒，今仔日所看的遮个人，因若毋是跟对耶稣为着主来传福音的话，因一世人有可能就是掠去的。但是当因认捌耶稣，耶稣来毋是要做地面上的王，总是耶稣来是要互欠缺的人心内得到透放的时，因去传即个福音的时，无拍算，因为因认捌耶稣，因为因所做的，互因性命得到无共款的价值。你认捌耶稣吗？当咱伫信仰内底想要追求的时，咱会听到耶稣的名，咱会体会到耶稣所讲的道。但是咱是毋是嘛会当伫迄个中间行出咱无共款性命的服侍？
互咱伫天顶得到无共款的赏赐，互咱的心身定心得到幸福甘乐。你伫对一个阶段，愿咱拢伫即个中间定心来回想，主啊，当你呼召我的时，我有回应你的呼召；当你爱我跟对你的时，我有跟对你所爱我行的路；当你爱我来服侍的时，我有尽忠将我所有一切摆咧奉献伫你的面前。当你赏赐我性命的时，我每一分、每一群、每一个才情，拢行你的赏赐。愿咱的性命，无论你所行的路站到伫倒，咱拢通伫即个中间听见主咱来呼召，我的囝、我的百姓来对话。愿咱拢做伙回应，主啊，我伫遮，请找客我，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心思意念，因为你伫阮还阁真小可的时候，就愿意经掉阮诚侪你的路途。主，阮伫阮生活，伫阮所行的路面，检采还阁有真侪重大困难。阮有真意爱伫你的面前求讨的，还袂得到；阮有真挂念的人，还袂得到；阮有真伫阮生活顶悬真意爱的事，阮无法度做到。主啊，总是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把握阮人生每一时每一刻，通为主你来使用。主，愿你伫阮的中间，互阮来看见你的疼，对着阮所行踏的路站，四过流传伫正人的心上。愿向你来献上感谢、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